3月19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後，未能就俄烏戰事全面停火達成協議。俄烏雙方同意停止攻擊對方能源及基建設施開始，為期30天。國際油價回落，紐約期油跌1%，金價續創新高。市場憂慮印尼政府可能改組內閣及經濟放緩。印尼股市昨日曾急挫7.1%，創2011年以來最大即市跌幅，更觸發30分鐘停市，收市跌3.8%。美國聯儲局將於本港時間週四凌晨公布議息結果。美國股市回落，標普500指數及納斯達克指數跌逾1%。美國財長貝桑指，4月2日公布的對等關稅，每個國家都會個別設定關稅稅率。